去雲南旅遊究竟可以有幾咁治癒？今年4月，我再次出發去咗一場9日8夜嘅雲南深度之旅。由麗江出發，行過束河古鎮同白沙古鎮，上咗玉龍雪山，再吹過去有風的地方大理嘅風，最後去到昆明感受紫色浪漫。呢個咁豐富嘅旅程，我會分拆成唔同嘅主題同大家逐一分享。如果大家對跟住落嚟嘅行程都有興趣嘅話，咁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開啟小鈴鐘啦。而第一集我會帶大家返到呢個旅程嘅起點，亦係我半年內2度造訪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嘅麗江古城。呢集我幫大家整理好咗最詳細嘅懶人包，我會分享交通攻略、2間唔同風格嘅民宿、5條最順路嘅旅遊路線、古城多個特色嘅打卡景點、紮染工藝、美食、購物攻略等內容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出發 ，Go Go Go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umi 啊。咁呢，今日我嘅行程呢，就係由深圳呢搭飛機去麗江嘅。咁呢之後呢，嗰幾日就會去大理啦，同埋昆明玩嘅。最後由昆明飛返去深圳，每程機大約2個幾鐘，價錢同香港搭高鐵過去差唔多，但係時間就慳返好多啦。成個行程我只係搭咗2程高鐵，用咗大約5個鐘就橫跨3個城市，完全唔使塞車或者走回頭路。講到麗江交通，我除咗去沙溪古鎮要搭旅遊巴之外，其餘行程我都係由麗江古城出發嘅，以打車為主。雖然去其他景點比較遠，但係古城嘅店鋪開得好夜，就算女性玩夜少少，返民宿都好方便。接落嚟想分享下我喺麗江古城住過2間唔同類型嘅民宿。上年11月，我住喺四方街一間百年老宅改建而成嘅民宿，呢度完美保留咗納西族嘅4合5天井同雕花木裝飾等建築藝術。最正嘅係老闆超級好客同照顧我，仲送咗2個鮮花餅俾我。民宿頂樓仲佈置咗張波希米亞風格嘅熊仔梳化，可以一邊坐喺度，一邊欣賞古城屋頂同玉龍雪山，喺度打卡真係無敵啊！而今年4月，我就住喺另一間靠近南門、設計比較摩登嘅民宿，房入面仲有埋浴缸添。不過嚟麗江古城住任何民宿都要注意以下2點。第一，去洗手間嘅時候，紙巾係唔可以直接掉落馬桶裏邊嘅，一定要掉落去側邊嘅垃圾桶，否則就會好易塞。第二，因為古城全部都係窄路同五花石板地，私家車係唔俾駛入去古城範圍裏面嘅。如果有大型行李嘅話，記得提早聯絡民宿主人，預約3輪車幫手搬行李啦。接住落嚟，我想介紹古城嘅5條主題遊覽路線，包括建築、熱門打卡、一滴水研學、紅色文化同民族文化之旅。從呢個地圖可以睇到，麗江古城大到1日都未必行得晒，所以行邊度好關鍵。呢幾份路線圖係我跟住遊客中心嘅官方推介，再重新整理出嚟嘅。而我首推嘅就係熱門打卡之旅。不過大家可以按自己嘅時間同喜好去揀選自己最中意嘅路線嚟行。接住落嚟，帶大家睇睇麗江古城嘅特色打卡景點。第一個，先由官方5條路線都有推介嘅大水車開始，佢係古城水系嘅起點，源頭來自玉龍雪山嘅融雪同地下泉水，溪流經過黑龍潭流入古城嘅玉河。流到大水車之後，會被一分為3，再變成無數支流穿街過巷。呢套水道除咗調節氣候，更加係木建築古城其中一個重要嘅消防水源。呢種絕妙嘅水利設計，正正係麗江古城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嘅核心原因之一。另外，
由大水車向北門方向行前少少，仲可以捕捉到玉龍雪山嘅美景，非常適合日頭嚟打卡影相啊！接住落嚟，我想介紹由大水車行過去大約9分鐘嘅大鹽花巷，因為呢度有條好靚嘅彩虹樓梯，掛滿許願風鈴嘅牆壁。繼續行上去，仲可以去埋麗江之眼觀景台，欣賞古城屋頂嘅美景。另外嚟到麗江，點可以唔提木府呢？雖然今次我因為趕搭高鐵嘅關係，只係喺門口打卡，但呢幾張水彩畫完美描繪咗裏面睇到嘅古城屋頂同好靚嘅建築。大家嚟麗江古城，一定要抽時間過嚟呢度啊！行完幾個出名嘅地標之後，我想帶大家去南門附近一個我無意中發現嘅寶藏打卡點。其實我係因為俾呢棵咁靚嘅櫻花樹吸引過嚟，所以就唔覺意發現跟住落嚟想介紹嘅景點嘅。佢就係花花紮染啦，呢度全部都係治癒嘅藍色，令我諗起以前喺香港學習用唔同嘅方法做藍染嘅日子。其實要做到最靚最深邃嘅藍染，除咗要重複染色之外，仲好講求天氣乾燥同陽光充足。咁啱雲南嘅天氣都擁有呢兩個元素，就算係深藍色出嚟嘅效果都會特別亮麗嘅。想了解更多雲南紮染嗎？稍後介紹束河同白沙古鎮，我會分享更多當地嘅紮染藝術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！其實呢度仲有紮染體驗同零售店，睇住呢度一件件精緻嘅手工藝品，真係好佩服當地人對非遺文化嘅傳承。最後提大家，呢度大約晚上8點就閂門，上嚟就要早啲啊！分享完藍染工藝之後，我想講下古城夜景。要欣賞古城夜景，我認為最好嘅時間就係黃昏啱啱開燈嘅藍調時刻，暗藍色嘅天空配上暖黃色嘅燈光，拍出嚟嘅人像膚色係最自然嘅。隨着夜色漸深，我再帶大家去解鎖古城唔同嘅夜間浪漫，分別係位於四方街東側嘅大石橋，呢度好多人嚟影旅拍㗎。仲有穿梭喺燕文巷夢幻嘅魚燈街，同埋花傘街。另外，位於新義街密市巷嘅三聯韜奮書局嘅門口，都有少少好靚嘅花傘夜景睇下。跟住就係五一街嘅振興巷，呢條街靚得好緊要啊！全部都係好靚嘅燈籠啊！仲要好長添。最後就係我住南門附近經過嘅街景。好靚啊！櫻花好靚啊！咁呢，啱啱行完街啦，而家已經係夜晚11點幾啦。咁呢，就趕住返酒店。咁呢，因為呢度實在太多嘢睇啦。咁同埋多數嘅鋪頭呢都會大約11點先閂門嘅。咁呢，大家可能聽到我把聲有少少喘氣啦。咁因為始終呢，我係第一日嚟呢一個2000幾米海拔嘅麗江，咁所以呢，都會
有少少喘氣。咁咧而家就講緊返去啦。咁因為路上實在比較少人啦，所以我都要行得快少少。好啦，介紹完古城夜景之後，我想同大家盤點一下我喺麗江古城嘗過嘅美食。第一間係民宿老闆強烈推薦，位於五一街嘅雲雪麗。呢間啲嘢好好食，性價比高，就算我只係得一個人，我都會嗌多少少嘢食。不過想食嘅朋友就記得要9點前嚟到啦。而第二間又係位於五一街嘅麗江巴巴司令，呢間係我無意中發現嘅。以前試過2次玫瑰酸奶，都覺得啲味道怪怪地，但係呢度嘅玫瑰酸奶混入咗新鮮嘅玫瑰花瓣，有口感之餘仲好好飲，再配埋香甜嘅紅糖玫瑰蜂蜜麗江巴巴，甜品康必試。第三間就係渣渣米線。呢度環境佈置好靚，對住啲花式米線真係非常治愈啊！大家睇下呢個上菜嘅 presentation 幾靚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係教大家點樣去食呢一個雲南米線嘅。咁呢度建議就係先攪勻咗隻蛋啦，然之後將啲肉呢去撈咗啲蛋液呢，先至放落去啲湯度嘅。不過我個人嘅食法呢，就中意直接擺個蛋入嗰啲湯度啊，因為我中意原隻食嘅。最後千祈唔好錯過呢度嘅水果，因為雲南氣候好，種出嚟嘅藍莓同士多啤梨都係特別甜嘅。食完好嘢之後，我仲想帶大家行街購物。啱啱經過官門口，依家去緊一間位於71街非常可愛嘅鋪頭，佢就係貓貓窯啦。呢度除咗賣同貓有關嘅陶瓷之外，仲有其他動物嘅瓷器。大家鍾意貓或者其他動物嘅話，記得過嚟睇下啦。好啦，睇完瓷器之後呢，我哋可以睇下衫嘅。呢度除咗有好多藍染服飾之外呢，仲有一啲係賣民族服飾嘅，特別係長裙。鍾意飄逸長裙嘅姊妹可以過嚟睇下㗎。跟住就係賣晶石嘅鋪頭。我本身唔迷信，但係就鍾意啲天然嘅物料。我喺度買咗條紫晶手串之後，由於條手串太大啦，所以我即場揀埋穿線顏色，叫職員幫我重新穿過條珠鏈。大家望下，戴出嚟嘅效果幾靚。而我喺疫情期間都試過用天然石設計過一啲飾物，大家可以去我 IG 睇下嘅。最後就係當地買嘅銀器，啲苗銀耳環真係非常之靚啊！另外仲有磁石貼，平均價格大約喺10蚊至25蚊人民幣左右。我喺度真係買咗唔少啊！好啦，今次整理完2次去麗江古城嘅片段，唔知大家睇完又覺得點呢？而我嘅感受就寫咗喺下面嘅說明欄度，大家睇完片記得去睇下，同埋留言分享下啦。下集預告，下一集我會去更安靜治愈嘅束韓古鎮，分享營地住宿、紮染工藝等內容。
在此多謝大家收看我嘅影片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分享嘅話，請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分享、訂閱同開啟小鈴鐘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